今天姐夫来说一说普通人能逆袭翻身的真相。第一点，要远离同质化分子。如果是个普通人，要远离家庭的影响，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，代表最开始那波朋友都是普通人。那如果有事情跟他们商量，其实意义是很小的，因为很多时候你身边的朋友是没有具备帮你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如果你想变得更厉害，必须跳出你原生的原始的那个圈子。第二点，要逼自己死刻一项能力。在商业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以结果为导向，你必须有一个自己的主张权。它可以是一门手艺，也可以是一门技能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拿得出手的东西。什么遇贵人啊、上社交啊，其实说到底都是人家要愿意带你玩啊，大部分是因为你能够利他，就是说你拥有一项能力能帮到他，这个才是立胜之本。最后一点，你是要学会帮自己立名。又说了也很多，往往我们能记住了，只是金字塔顶端。如果你要想成功，你必须让人家知道你是谁。社会上的人都是趋利的，没有一个人会跟这个小透明推心置腹。你必须告诉其他人，你有很多的可能性，他们能获得什么好处。所以你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跟人脉，必须知道怎么经营好你的名声。不过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不会去适当的宣传自己。如果你的目的是翻身逆袭，你必须学会推广自己，让更多人知道你是谁。你看现在大家看到有很多公司的创始人都出来做 IP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渠道让大家认识他，把他的理念有渠道能告诉大家，起到一个非常高效的宣传效果，让更多的人在很短时间以内认识到他这个人。与此同时，那他就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。